屋企嘅長者有冇試過一聽到你話叫佢沖涼就即刻皺晒眉頭咁呢？有時候我哋可能會認為老人家係懶啦，又或者唔中意乾淨，但其實背後嘅原因好可能係老人家會諗，到底我仲有冇嘢可以自己話事呢？其實好多時候長者最怕嘅未必係個天氣凍，天氣凍可能一個浴室寶就搞掂，佢哋最怕嘅反而係俾人安排啦，被命令啦，仲有被催促，就好似成個生活冇晒自主咁樣。特別對於唔少老人家嚟講，決定幾時去沖涼呢件事呢，好可能係一整日嘅生活裏邊少數仲可以自己話事嘅事情嚟。如果連呢樣嘢都冇得揀嘅話，我諗任何人都會覺得越嚟越受束縛。咁我哋做照顧嘅又可以點呢？首先喺照顧嘅角度嚟講呢，老人家就算唔係每一日都沖涼呢，對於身體嚟講都未必有一個好大嘅問題。沖涼對於唔少老人家嚟講都係一個體力嘅勞動嚟嘅。加上有時天氣凍咧，就算屋企有浴室寶都有機會攝親，同埋沖完熱水涼咧，除咗會令到身體嘅水分流失咧，本身皮膚都好脆弱，所以咧亦都好容易咧乾燥啦，又或者痕啊等等咁樣。當然咁講唔係鼓勵大家叫老人家唔好沖涼，而係想大家都諗下，照顧係雙向噶嘛。當長者覺得自己冇咗自主嘅時候，除咗會令到日常嘅照顧冇咁配合之外咧，亦都會影響埋照顧者同埋長者之間嘅關係添。所以下一次不如試下將一啲嘅命令語句轉換成選擇題啊，例如相比同佢哋講去沖涼啦，仲唔沖涼？試下話你想而家沖定係食完飯先沖啊？一個嘅選擇就等於一份嘅尊重，同時又係自主嘅體現嚟嘅。當老人家感受到呢一份嘅尊重嘅時候呢，抗拒亦都自然會少好多。下一次再同大家分享多啲老人家唔願沖涼仲有冇其他原因？大家喺屋企有冇遇過呢啲情況呢？如果有，你又會點處理呢？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一下。照護暖知識，我哋下一次見。